社福人嘛来找我，我讲，阮会当甲台湾政府，阮会当甲即个个人民做一个配合，阮有一个社福处来考。咱即位社福处真实的了，咱一定要有一个社福处的处长。所以这社福处处长，嘛是因为咱对社会一个足重要的参考点。所以，因为教会啊，咱总要是会啦咱选择了，咱较早，咱吴振兴先生，咱大家捌应该大家捌吴振兴先生大家下一个亲戚啦吴姐吴姐太太哦。我们成立了社福处处长，所以咱有救济案件，有救济案件，有救急的，有需要，你可以用这个窗口联络，咱这个窗口，咱会去来做，做救济团队，所以呢，咱有些，咱可以大家了解他的能力很好，伊的能力，所以伊这个金融界，是保险界，不应该讲起来，伊是一个非常优质的，嘛是咱得了职工到场职工所有这好人才，咱也可以做咱到场替社会替人民做一些福利相关的事情所以呢，我希望咱今日大家修完在内底当中当然，因为师傅甲师傅，就是咱救济那个费，就是咱听到你这个福利消息，这个好时间，因为时间到我袂使我人的时间而且最后祝福咱各位大家身心愉快，身体健康。好，谢谢各位，谢谢。大众点评。这五天在填到高，温到中，我们的